나도 단 도마 음 다리 다망고 야채 다팅이不什么呗啊 다딜리아 페베기 那么这 네 一次是夏季课程第2届。那么首先要问候所有的各个寺院的善知识僧众们，还有透过这一次网络观看的所有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扎西德勒。那么从今天开始5个星期，那是这个夏季课程。那么在去年的夏季课程当中讲了很多的内容我想如果能够先做一个回复回顾一下，但是去年讲的内容实在很多。那么记得我们有讲到这个要溯源呢，这个印度史，还有这个吠陀，这个古印度吠陀的文明。然后接着也有谈到说，这个佛陀是如何诞生，如何说法，然后之后佛陀圆寂之后，就是入灭后这个教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当时佛教又是如何延续，如何弘扬。那么这一次的夏季课程，那么这一次我主要想要跟各位讲的内容呢，有以下几个部分。다리 차와보디산 지 삼성 견사들이 잘 하나 드릴 주제자. 다지 되면 나한테 간절 중요해 봐. 소말보다 那么这一次主要想介绍就是原始佛教一些相关的内容。다 다리 가시로 삼르선지 되면 나한테 소말보다 간절 스타버티 거리야 안튼 젠로 구루 체체. 那么我想介绍原始佛教，然后分成其中有9个内容，一个是僧伽戒律，还有寺院的形成，再来是第一次结集，还有原始经典的成立，也就是经和律的是如何形成。再来第3个是在佛灭后的佛教，第4个是第2次结集，还有根本的分裂，第5个是阿育王的佛教，也就是还有第3次结集。再之后是原始佛教的教理。再来第7个是原始佛教的一些相关资料的一些文献的一些情况。接着第8点是
原始佛教中和这个密教相关的一些内容。最主要，我们夏季马尔课程的主题是密教，所以在原始佛教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它当中这个跟密教相关的内容有哪些。再来就是第9点，佛灭的纪年的这样子的论述。那对于佛灭的这个佛陀入灭的年份，有许多不同的这种说法。那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部派佛教的内容，也就是声闻18部这样的内容。如果再有时间，再进入到大乘佛教的弘扬。但我想可能应该没有办法进入到大乘佛教的部分。总之，以上呢是这一次希望能够讲到的一些内容，但也有可能讲着讲着又会想到再做一些增减，所以看情况走一步算一步，这是粗略的一个大纲。那么在今天我们谈到，首先原始佛教，那它主要指的是佛陀成道说法，然后这时候佛教就开始了。直到根本分裂之前，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就会说是所谓的原始佛教这样的一段期间。所以原始佛教的时间，它指的就是这个佛教弘扬之后开始，一直到这个根本分裂之前这段时间，就叫做原始佛教。那么在原始佛教这段期间，那这时候的僧团，然后这时候的僧伽的他们的戒律，还有他们的寺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以下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也就是四众弟子，这个四众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佛陀的弟子，首先是分成在家跟出家两类。那么在家的信众里面有分为男众跟女众。那么男性的信众呢，称为叫优婆塞。
那这个梵文它叫做，或者是巴利文它叫做乌巴萨嘎中文音译叫做优婆塞。那么女性的信众呢，就称为叫做优婆夷。那么这个优婆塞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在藏传佛教公元814年，藏传佛教这个前弘期的时候，有一部著作叫做《雨和二章》，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这里面就针对一些名词做一个解释。所以当时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这里面就解释到说，优婆塞的意思就是持守五戒等学处。然后他接近这个安住于阿罗汉的果位，所以因此名叫这个优婆塞。另外，在一位日本的学者平川章，他认为解释到，他说优婆塞呢是侍奉的人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他就是意译翻译过来的话，优婆塞这个字义，它就是有一个侍奉的人。那么它主要是侍奉谁呢？那主要就是侍奉于这个出家者、出家众，因为这个出家众会需要一些生活的资具，所以是谁布施出家人这个生活资具呢？就是由在家众，而同时在家众也跟随这个出家众学习，接受出家众的指导。那这些在家众，这些优婆塞，他是这样子过着侍奉，然后学习、接受指导，过着这样在家生活而修行。那么这样的在家众什么时候成为优婆塞呢？是当他在皈依三宝之后，就可以称作叫这个优婆塞。这是日本的学者他这么说的。那么再依据藏传佛教我们阿毗达摩这个俱舍，针对这个阿波兰多加有部的传统，或者说这个另外的有部的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有这个克什米尔有部的传统，或者这个阿波兰多加有部的传统，对于怎么样能够成为优婆塞，是不是透过皈依三宝而得到，有不同的说法。事实上，这个那么其实就藏文里面会说克什米尔会有另外一个词翻译叫喀切，那
总之这里是说有不同有部的传统这附带说明的，就说有这个克什米尔的传统，那这是在克什米尔那个地区的有部的传统，还有在阿波兰多加的这样子的有部的传统，就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依据在印度中部就是阿波兰多加这个有部的传统会认为，在家信众透过皈依三宝之后就可以称作优婆塞。那么更为虔诚的这一些人接着就可以进而接受五戒。那这样子就这样子的在家众，总之就称为叫优婆塞。那么出家众当然有许多，有沙弥沙弥尼等等比丘、比丘尼，但最主要我们这里说出家的男性修行者这里最主要是称为叫做比丘也就是 BQ。 那么女性的修行者呢，称为叫做这个比丘尼。同样依据这个《语和二章》这部著作里面，它是怎么解释这个比丘、比丘尼呢？也就是在藏传佛教前弘集这部著作，就是赞普时代当时编辑的这样的一部著作里面，解释说祈求寻找涅槃，以白四结魔之仪这样子的仪轨受具足戒，并以如法的托钵乞食为生者，即名为比丘。那么一般来说，在这个比丘也有很多种分类。那么譬如说有五种比丘的分类，譬如说这个名字比丘或者说这个降伏烦恼比丘等等，有很多种。那么像这五种比丘的说法是在这个律舍这部著作，这是由一位叫做圣友这部解释律典的这样一位论师，印度论师，他所写的著作当中有提到过。那么在日本学者平川章，他认为比丘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行乞，就是乞讨行乞的人，这样的意思。那么如果直接翻译成为就是乞丐的话，那就不好，所以在藏文里面它翻译成为这个乞讨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藏文里面就用了 ge long 这个词， ge 就是善， long 就是乞讨，所以翻译成乞讨善者，乞讨善的人。那为什么说比丘是被称为是行乞的人呢？因为比丘呢是依信众的不施物而生活，因为他
因为他每天的他所有的生活的任何的食物也好、资具也好、东西也好，都是透过别人的这个布施而生活。然后同时他是一心专注于修行的人。所以这里提到专心于修行，是比丘呢，他是可以说100%他唯一专注的就是在修行这件事情上。那么要成为比丘，就要受这个具足戒。换句话说，如果你受了具足戒，就可以成为比丘。这个具足戒，也就是所谓的250戒。总之呢，要遵守这个出家众、出家者应有的这种以很严格的戒律的生活。所以总之呢，上面我们提到了比丘，还有比丘尼，这是出家的2众弟子。再来优婆塞、优婆夷，这是佛陀的在家的2众弟子。那这样子的就称为佛的4众弟子。所以总称为佛陀的4众弟子。再来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僧伽，僧伽的含义是什么？也就是以这个修行为目标，然后很自然的他们信奉这个法教，也因此很自然的这些信奉法教的人，他们是自然的聚集在一起，然后就结集成为这样一个以佛陀的教法，就是以修持佛陀的教法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修道的团体。那这个就叫做佛教的僧团，或者说这种僧伽。那广义上来说，其实4部众都可以称作僧伽。就虽然说上面谈到这个4部众，在家2部、出家2部众，虽然都可以称作僧伽，但是我们如果从原始佛教当时的这种惯用语来看，这个组织僧伽的这个只有出家众而已。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集合比丘组织成为了比丘僧伽。
孙怎么样来呀嘛？像藏传佛教里面常常会说，一个僧众、一个僧人、两个僧人、三个僧人都不算是僧伽，要4个僧众在一起的时候才算是所谓的僧伽。所以在这里也是提到说，集合比丘组织成比丘僧伽，就4个人的话是这样的僧伽。那么比丘尼组织成为比丘尼僧伽，那么这两者合称就叫做两僧伽，或者叫二部僧。那这样子的二部僧，也就是比丘僧伽还有比丘尼僧伽，它都是各自独立的，并没有这个住在一起，而是以自治的这个方式维持各自的秩序，所以并不会说这个比丘去维持比丘尼的秩序，或者比丘尼去管理比丘僧团的秩序，是不会的。所以总之呢，最主要是指僧伽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出家众，并不会将4部众合在一起称作僧伽。比如说不会将并不会说优婆塞僧伽或者优婆夷僧伽，并没有这样的用词。那么再讲到梵文里面桑嘎，就是僧伽和桑嘎，藏语的发音是简敦，它是一个意义。那么在汉语和日语当中呢，都称为叫僧，或者说僧伽，或者僧，它是一个音译。那么有的时候它可以指是一位法师，就是一个僧人。那么藏文当中大致也是同样的意思，就当你说藏文里面说 Gendunba 的时候，它也可以指的是一个僧人，一位法师。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谈到僧伽这个桑嘎这个字梵文，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最开始并不是指某一个人或者一位法师，并不是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树菩萨他撰写的《大智度论》中就有这样一段话。这里就说云何名僧伽，就说僧伽是什么意思呢？僧伽呢，情言众，就是他的意思是众，就是它是一个团体。接着说多比丘一处和，是名僧伽。接着这里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时候我们说叫森林，就是当很多的大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叫做森林。一棵树我们不会说它是森林，把每一棵树都除掉的话，也不可能会有所谓的林存在，森林存在。所以呢一比丘不名为僧，除一比丘亦无僧。所以总之呢，这里在说的就是诸比丘和故，僧名就出生了。所以
所以僧呢，它就是这样一个教团团体的意思。但是你看在藏文里面，它翻译成叫 Gendun， 它就是并没有看不出来它有所谓的教团团体的意思。其实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在当时你看很多像是这种很多政治的团体，或者这种工商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工会啊等等，他们也叫做桑嘎。当然这样的称呼也可以用于宗教的团体，所以后来佛教的这样的教团呢，就也称为叫做桑嘎。那么当时呢，除了僧伽之外，桑嘎之外，有时候也会用一个词叫做众，就叫嘎那。特别是在大乘佛教中，经常会用一个叫菩萨众，这个众就是 Bodhisattva Gana 这样的一个词哦，用 Gana 就不是用僧伽，就是用众这个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讲到僧或者僧伽，它是一个组织，那一个团体，就我们常说三宝，这个佛法僧，这个僧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个组织，是早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而且是当时的印度社会是宗教界很习以为常的一个现象。无论是婆罗门教，或者说耆那教，又或者像是我们说佛陀在成道之前，他也有医治过一些这个外道的一些这个老师，像是叫做阿那罗迦兰，还有郁多罗摩子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些修行者，这样的一些苦行者，像是这样的一些苦行者，他们也都有这种集结成类似的这种僧伽的团体。那么这里呢，我想讲到僧伽，我想附带的做一些说明，就是我们应该要对僧伽有更清楚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才会知道要如何建立僧团，维护这个僧团，还有如何去这个发扬这个僧团。平常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也会念诵这个随念三宝经，当中在讲到随念僧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说，圣僧者为正行、应理行、直直行、和净行。其他几个先不说，其中有一个和净行，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它这里的和净是需要包含了戒律上、见解上的和净。换句话说，这样的团体中的僧人，他们在戒律上是持守着共同的这样的有共同的规范、共同的戒律。譬如说，他们对于三宝的信仰，他们是有共同的信仰的，或者说还有他们在这种思想见解上，他们有共同的见解。换句话说，他们在这种目标上、宗旨上都是有和的，是和净的。同样，这里我们再次引用到这个与合二章这样的解释，他说什么叫做个
就是 samagri， 就是讲到了这个梵文字，这是一个合境，它是指说这样的声闻众啊，在戒律和见解上相和合而得名。讲到这个和境哦，和境这个六合境的说法，在汉传佛教当中是很常说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在藏传佛教当中并不常见。但是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六位注解印度律典的善知识之一的叫圣清论师，在他撰写的律舍这个解释当中就有提到六合境是哪六个，但和汉传佛教里面所提到的六合境有一点差异。但是他这里提到的六个是指第一个是征兆、业、戒律、见解、仪轨、生活和相，这六个上面要合境。同时我们平常祈愿文当中有一段话说，祈愿说僧伽不坏和合加持力，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僧伽的心意和合，无论是戒律也好，见解也好，都是和合的，是没有人能够制造破坏，是因此说叫不坏的这种和合的一种力量。也因为具备这样子一种和合的力量，所以能够专注于善的修持上。也因为具备这样坚固的这样六个这种和合的特点，所以在藏语当中将这个僧伽呢翻译成叫做 Gendun， 它的意思就是说，也因为具备了这样子的六合境的特点，所以能够专注在善的这种修持上。Ge 就是善， Dun 就是将你的心意专注在这个上面的意思。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皈依的时候我们会念皈依僧众中尊的原因是什么了。我们说众是很多的，就是说众所以就是所谓的团体嘛，我们社会上有多少的团体啊？那为什么说皈依僧，僧是所有团体中所有众当中最殊胜最尊贵的呢？就是因为僧他具备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这样子的六合境的这种特点。他们在见解上、戒律上，所有人见到都能够升起这种爱敬之心，或者说这种信仰，都能够升起信心。所以因此僧众是这种众中之尊。所以如果我们的戒律、见解等等，当这样子的六种和合具备的时候，这样子的僧众就符合了接着随念三宝经中谈到的内容。这样子的僧众就是所应礼敬，所应合掌，清净功德，敬诸信师，所应会师，普应会师。所以对于这样的僧众，就是都是我们应该合掌的，是应该做信师的，应该布施，应该供养的等等。所以这样的六合境或者说六合合，在藏传佛教当中并不常说，但是我希望身为佛弟子的各位
我们现在有着统一的目标、统一的心愿，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持守着同样的戒律，有着同样的这样的见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六合敬，切实做到的话，那么就像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里面说的：“僧伽一心同见乐，和合俱修永尽乐。”那这不就是嘴上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能够这么去做到的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僧伽，我们希望抓到各位听完要抓到一个重点，也就是它的根本要点就是和合，六合敬，和合是最重要的。那么接着是休息，那么休息之前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平常我们一说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去洗手间啊，或者就离开，就散开了。但我想这次不要这样子散开。所以尤其现在是因为世界上发生很多的这种疾病啊、灾难啊、战争，所以今天呢，这个休息的时间，我们安排念诵的是这个杜姆。可能之后下一次课程中间的休息呢，会念诵可能莲师的祈经文等等。所以如果还是需要去洗手间的，你还是可以去；但是如果没有要去洗手间的，请你就留下来呢，那一起做课诵，我们来做祈愿跟回向。所以30分钟之后，我们再继续课程。那么刚刚我们大概讲解了僧伽，那么在藏文就是叫紧敦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接着要讲一下这个在当时出家的，也就是在原始佛教当时出家的条件还有过程是什么？那这样等于看到南北极端写些你虚算啊，南北极端啊，南北极。那么最初的佛教僧伽，是谁呢？那么就是佛陀在鹿野苑，那么最初这个说法讲说四谛法门的时候，当时集合的这个5位追随者，有5位，有这个焦成如等等这样的5位的追随者，那也就是佛经里说的最初的5比丘。那他们5位就是佛教当中最初的这个僧伽。那么之后陆续有很多人跟随佛陀出家。那么依照藏传佛教的翻译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律典的内容，在5比丘之后，还有这个耶舍等这个他的亲友耶舍，还有他的亲友等等，这样五位比丘叫5净比丘。再来还有这个有
另外50位，再来另外还有在这个60位，就50位在 Varanasi 当时的50位，然后另外还有60位跟随着佛陀出家。之后呢，又有一位迦摄，他率领了1000人来皈依。他在最开始，他就是一位外道的这个教主，所以他本来就有很多的追随者。所以当他皈依了佛陀之后，所以同时他的追随者也就一起这个跟随佛陀这个皈依。所以当时的僧团呢，就可以说急剧的这个扩大。所以在一开始才大概100-200人吧，但是从这个迦摄加入之后，这1000人来皈依，就急剧的扩大了这个僧团。之后还有舍利弗、这个目犍连、大迦摄也前来跟随佛陀，所以这个整个僧团的基础就更是稳固了。之后呢，到了频婆娑罗王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须达多长者，他是一位大商人。那他们这2位这代表性的人物皈依了佛教之后，可以说外护的，从外在的这种护持的这个力量呢，就更大大的加强了。因为有这样子的可以说有权有势，又有这种富有的这样子的人来大力的护持，所以在佛陀成道以后几年，可以说整个僧伽的这样的团体就已经蔚然成势了。在藏传佛教的律典中记载，在频婆娑罗王的时候，已经有了1253个僧众。这当时频婆娑罗王要供僧的时候，当时就供养了1253人。那么在一开始，凡是呢想要加入这个僧团的，只要呢表达他们的愿望，佛陀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允许的。而这些志愿出家的人呢，只需要当着这个长老，就是然后三唱就是3次的三唱这个皈依佛法僧3宝，然后愿意接受10戒，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僧伽的一员。那么所谓的10戒呢，也就是10重境界。那么又是因为它也叫做佛陀沙弥，有这样的一个词叫佛陀沙弥，也叫做勤策男或者叫做比丘的候补者，
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叫佛陀沙弥哦，他必须要受持这个十戒，所以呢，这样的戒也称为叫沙弥戒。那么十戒是哪十？所以总之它也叫做沙弥戒。那十戒呢，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然后离高广大床，离花蔓装饰，离歌舞伎乐，离金银财富，离非时之时。那么十戒应该可以说就是最重要的戒法。另外呢，出家人在行仪上也有一些规定，比如说要剔除须发，然后身上穿的这个僧服必须是朴素的，这种叫朴素的衣服，不可以有过多的装饰，而且要穿着就是这种袈裟。那么接着我们谈到出家的条件。那之前我们谈到说，想要加入僧团的，表达了愿望的，佛陀基本上都是允许的。所以想要进入僧伽团体修行的人，不论种族或阶级的差别都允许。虽然在当时印度，我们说有这个种族这种阶级的分别，种姓的这种制度，但是呢，基本上佛陀是允许无论种族阶级都可以出家的，但是呢，还是要做一些检查的。大概有20多种不准许受这种具足戒的这种条件的情况。举个例子来说，首先出家者需要年满7岁，再来，如果还处在以下的这些关系当中的话，就必须要经他们的负责人的同意才能出家。例如，如果父母还在世的，就要经父母的同意。然后再来，还欠他人债务的，或者说这种官府中的这种官员，那也需要得到官府的这种他的长官的同意。等等。那么或者如果身体有病，或者是这种身残，或者佛教中称为叫做不完备的这样子的身体有这样状况的情况，或者是年龄太老，都不适合出家。那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就像前面说，如果欠他人债务的，如果我们让他出家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出家之后他会受到这些人来向他追诉、指责来讨债，那这样就不好了。那么同样，如果有人生病或者重病出家了，那么也可能
又要再找其他的僧人去照顾他，那么结果也妨碍了其他僧众的这种文思修的修持。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可以说就是为了保护，就是不要受到这种所谓的权力人的追溯跟指责，同时呢也为了保证这种僧伽的质量还有他们的修行能够正常，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些不允许受戒的出家的一些条件。那么尤其要求父母要同意他们的儿子出家的这条规定也是很早就有的，大概是在就是罗睺罗出家的时候吧，当时净饭王这个提出的一些要求。当时呢因为净饭王的提出的要求所以佛陀也禁止了像是王室的侍从，或者患有严重的疾病的，或者这种通缉的被通缉的强盗或者逃犯，还有这种有记录在案的这种盗贼，还有这种负债者，或者这种叫做奴隶等等这个出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出家，但是还是有一些条件。接着是出家的过程。那么出家之后，这样一个叫做沙弥，他在僧团中生活到了满2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受具足戒，那么他就可以成为正式的比丘。在最开始受戒的这个戒师就是佛陀他本人，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教团越来越大，这个僧人越来越多，而且整个佛法僧团也传到了更偏远的这种边疆，就是在很偏远的地方也有人想要出家。这时候所以佛陀呢他也没有办法亲自前往当地这样子为别人剃度，所以他就委托其他人呢去代替他传戒。可以说代替他去行这样子的受戒的职责。那么依据藏传佛教里面就是说一切有部经典的说法，在最开始一切的戒都必须是从佛陀本人亲传才算得戒。但是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就像前面这里我们提到过，就是在有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人，他们想要来求戒出家求戒，但是路途中路途实在太遥远了，所以当时这个路途也是很危险的，可能会遇到强盗遇到野兽等等，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佛陀就会告诉他们说，这样你就不用过来。所以佛陀就允许说，你们可以在各自的这个地方，只要在那里有这样的僧团，然后其中你们在这样的僧团当中的3位长老跟前，然后发誓要领受这个具足戒，然后就是3唱比丘戒，那么也就算是得救。那这就算是叫做
前行仪轨。那这样一个词叫前行仪轨啊，这个词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这还是值得研究。这个前行仪轨的词应该在原始佛教是没有的，但总之这里我们先使用啊。总之，接着这位新进的，或者说这位新的比丘，他就会被特别安排有一位导师来指导他，而这位指导者指导他的老师就被称为叫做和尚。这个藏文就叫堪布中文翻译叫做和尚堪布，或者也有翻叫清教师就是和尚。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和尚他有时候也可能很忙，还有一些新的比丘，他年纪比较轻，所以他刚出家可能还比较想家，或者说想念他的父母，所以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和尚指导的话，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这时候还会特别再安排这个阿舍离在他身边，或者叫做有翻译叫教师或者叫医指师，或者叫教师，或者也叫阿舍离。所以这里的和尚或阿舍离，或者叫做堪布跟阿舍离，或者叫做清教师跟教师都可以。总之，这样的和尚跟阿舍离这样两个角色，其实佛教就像是佛教当中的和尚跟阿舍离，其实就像是我们世俗家中的父母是一样的。这是律典当中很注重的、很重要的两个这个僧团中的角色。所以你可以看到，按照律典里面这里记载，其实我们说由和尚剃度阿舍离受戒之后，真的和尚跟阿舍离都是要在生活当中都要继续要指导他的。而平时生活当中呢，主要指导者总之就是堪布，就是所谓的和尚。但如果他没有时间或者不在身边的时候，就由这个阿舍离来负责。那么他们要负责多久呢？他要负责照顾这位新的比丘多久呢？要10年。那他要教导他新比丘学习戒律，也就是指导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是告诉他很多这些戒律。大家要知道，那时候所谓的学习戒律，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你说要学习戒律的，你一想到戒律就是某个大的几部论点打开经书再这样学，不是的。而因为当时呢，根本还没有结集嘛，就是很多的这些经典根本还没有结集，还没有结集成文字，所以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的老师呢，会把佛陀的教导的这些教法记在心里，然后以口述的方式，每天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口述教导给这位新进的比丘，他要听闻忆持，然后在生活中去实践。这就是所谓的这样子的教导这种戒律。那么这里有一段记载说，佛陀成道6年之后前后他有一天回到了家乡，
当时有一位叫乌陀夷呢，他出来迎接。当时呢，佛陀就命这个舍利佛成为这个乌陀夷的这个和尚。当时就制定了新的这个比丘出家的方式。那这个呢，就是按照了藏传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比丘出家的一个仪式。所以当时呢，舍利佛就为这个乌陀夷这个传戒，成为他的和尚。那当时后来传下来的方式，就是一个新的这种比丘出家的方式仪轨，它就叫做现行仪轨，相对于之前的前行仪轨。这是按照藏传的一个说法。那么一般传戒的时候呢，是需要所有的这个，总之在那个范围之内的所有比丘都必须要一起来这个聚集在一起要传戒的时候。但是后来呢，在那个之后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数的僧团，而只需要有10位比丘聚集在一起，在他们跟前就可以得受比丘戒。但是在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时很多的僧众要去边地弘法，譬如说有一位迦旃延尊者，他到这个边地弘法的时候，像在那种地方也有弟子信众想要出家成为比丘，但是在那样的地方就很难聚集说有10位比丘，所以他们也请示佛陀，在这样特殊状况该怎么办。所以当时佛陀就说没有问题，在这样情况之下，如果是有5位比丘也是可以的，也就可以这个传授比丘戒。那么怎么受戒的内容呢？这里也不细说传戒的仪式上，总之呢，想要受戒者，首先要找到这样一个传戒的这个和尚，或者说叫亲教师，这位堪布，然后他要向这样的堪布这个和尚呢，说明这个出家的目的，然后这位和尚也要观察他到底具不具备这个出家的条件。那这时候堪布确定之后，他就要跟这个结摩师说，那么结摩师呢，就要再去跟所有僧众说明这样堪布他会收这样的弟子出家，然后要负责他10年这样子的传戒，教授他的责任，然后要跟僧众说明。然后如果僧众也都这个确认说可以的话，那么接着就有这样传戒的仪式就开始。那么就总之里面就有这个1白3结摩，或者说白4结摩等等这样的程序那么就进行，然后就圆满这样子的传戒。
캠보디 깔로 남대고 와라 캠보디다 냠도 소화계 제 깔로 남대고 또 와래 대的뒤송은 거기 류화장 류화를 넣어주죠. 所以呢，这位受戒者他成为了这个堪布的他成为了这位和尚的弟子，所以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在他的指导下要共同生活，所以要学习戒律，实习像坐禅，学习当时原始佛教的教法，还有进行修行。所以但是关于禅定还有这些各种的教法，如果得到了他的和尚的许可，他也允许跟随专门的老师，比如说一些阿舍离去学习。总之呢，和尚要看待这位弟子就像孩子一样，而这个弟子也要侍奉和尚如同父亲一般，要分享，相互分享食物和衣服，还有生病时要照顾对方。所以总之要过着这样子互相帮助的这样的一种修行生活。依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在最开始是只有和尚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之后因为和尚可能时间不够，所以又有阿舍离这样的角色出现。所以总之呢，这里有提到了和尚或者叫清教师，或者说这样子的阿舍离就是教师哦，是两位都很重要的。接着我想讲一下这个比丘的三依。所以比丘不只是说持守这个戒律，而且他在外相上他的穿着也和这个在家是完全不一样了，他要穿着这种袈裟，也就是三衣。穿在上半身的叫玉多罗僧衣，叫做七条衣。然后穿在下身的叫做安陀会衣，叫做五条衣。还有再来披覆在上身的叫僧伽里衣，也就是九条衣哦。那么依照藏传佛教，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律，除了7种情况之外，平时呢是不可以披覆这个僧伽里衣的，这是所谓的9条衣，也有叫做祖衣哦，这是不可以穿的。除了7种情况之外是不可以穿的，但是不披覆的时候，不穿的时候，也要很恭敬小心的，就是加持着把它放好。那总之这个9条衣是比丘才特别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袈裟。总之呢，这样子的三衣呢，都必须是朴素的无华的。所以无论对自己、他人还是大众看了
都不会升起贪着心的。但不像现在，你看很多时候，现在很多人我们穿的衣服，我看都是这是什么名牌，有的时候甚至还故意那个名牌那个就是好像要让人家看到我穿的就是名牌。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是要炫耀给别人说他多有钱。然而三一他并不是这样子，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这穿着很庄严，但是他不是要给人会升起贪着心的感觉，他是很朴素的很庄严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三一的衣服呢，他用的布其实都是别人抛弃的那些布，这个连缀而缝补而组成的。那或者说是接受了这些信众的布施，把这些布再把它这个裁切然后成一片一片之后，再把它缝补起来制成了这样子的僧服。那么三一的颜色是怎么样的呢？依照日本学者平川章他的说法是，那么佛教比丘他穿的僧服，这个袈裟，比丘的僧服是染成袈裟色，这个袈裟是音译它是知识范围叫卡萨亚，它是一种暗淡的黄色，袈裟它就是指暗淡的黄色，所以它称为叫袈裟衣。但是藏传佛教说，一切有部律里面来说的话，僧服的颜色只可以是红色、黄色和蓝色。但是呢，红色、黄色和蓝色也不可以是那种非常鲜艳，或者说质量太好、太鲜艳的这种颜色也是不行的。而是必须要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褪色的颜色才行。所以，举例来说，如果当施主供养，所以当施主供养的这种布颜色非常鲜艳的时候，就必须要用水去洗3次。比如说，红色是非常鲜艳的红的话，就要用水洗3次，洗1次颜色还是不退，洗2次还是不退。总之呢，就是把它3次要洗，尽量洗到呢能够到褪色的话，就可以穿。但是呢，这时候佛陀也有制定规矩，如果说你洗了3次之后，这个颜色还是不退，没关系，那你穿了也是不会犯戒的，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努力过了，你已经努力用水洗了3次，但就是那块布，反正颜色就是不退的话，那你还是可以穿它，没有关系。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袈裟色是一种暗淡的一种黄色，这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总之是要一种不可以太过鲜艳的颜色。那么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种僧服三一你会看到它有直竖的有几条，然后它有横的这种几块布有这样的分类，有这样子的形状。
ring ya si da de ne tong ri cha le ya xin si la re ju sa na da si li ya chu xin na na ye de le ya nam che hen xin ani xin li ya ju chu xin na na ye de li bu si la wa 你那大地搞的加线、熊猫线，大地说或者提出穷逼呢，解嘛，所以总之呢，这里就不细说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大概也看不到佛陀时代那时候的真实的三义了，所以我们大概也很难真的说得出来当时的样子。但我想可能最接近的就是斯里兰卡、缅甸，或者是泰国，他们僧众的这个服饰吧，当然他们的僧服。大概我觉得最接近的这个三衣，大概就是他们所穿着的僧服。藏传的僧服也蛮靠近的。我觉得最比较不像的，就比较穿着的方式或者样子比较不同的，可能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比较不一样。这并不是说有优劣之分哦，而是说就是最和原始佛教符不符合？接着僧众的住处跟饮食的部分，想要谈一下。在原始佛教那个时候，僧众他们的食物都必须是乞食托钵而得，也就是到这些其他这些在家信众的家门口去乞食。有的时候可能拿到一些，有的时候拿到很多，但有的时候拿到很少。但总之就是只要是果腹就好，不可以说去挑选食物。你不可以说哎呀我这个吃的不够，或者说今天托钵托的不够，或者说这个食物这个今天托钵托到的不够好，或者说都是你不可以这样去挑剔。或者你说今天第一家人这个托钵到的食物非常好，结果第二家去的呢，他们给的这个食物不够好。你不可以做当时这样的比丘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挑剔跟评论的。是不可以做这种任何的挑剔跟评论的。因为如果你这样评论之后，搞不好以后没有人要再给你任何吃的。那么同样，依照日本学者平川章的这个说法，在原始佛教僧团托钵乞食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刻意避开这种富豪的人家、富有的人家。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到了富有的人家，你会拿到比较好的、比较多的食物。但是呢，他们是需要刻意避开。
不然的话，他们永远就会那边给的，他们很富有嘛，总是给的比较好，那永远都会往那儿跑。这是他们会大概当时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戒律，说刻意避开那样子的富豪人家。那这位学者，他是精通很多梵文、巴利文，所以他看了很多的律典，大概有发现这样说法吧。但是呢，依照藏传佛教的律典里面的记录来看，就是托钵是不分贫富差别的，要随缘去乞食。所以你当然也不能够刻意去走到有钱人家去托钵，避开这种贫穷人家去托钵，当然是不行的，而是要没有差别的随缘去托钵乞食。这里说起来很容易，但是你们可以想一想，要那样的生活很困难的。举例来说，我们在祈愿法会菩提伽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有一天说，我们今天没有供饭，来，我们一起去这个城里托钵。首先第一个，你们会不会去托？那第一个问题，你们有谁会愿意去？因为一听大家会说，执行长拉姆缺扎大概疯了。你们大家会说，拉姆缺扎平时待我们不错，今天他疯了吗？怎么不给吃的了？所以首先你自己大概不想去，然后再来第二个，大概大部分人也都没有钵。总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钵了，但接着再一个问题是，菩提伽耶那边很多印度人自己都很穷，他们大概也都没什么东西可以给，所以总之呢，我们拿着钵到了他们的面前，搞不好还会被他们骂嘞。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很难真的这样去托钵的，没那么简单。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原始佛教的时候，佛陀时代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他不分贫富的，就是这样走出去，然后到任何人的人家，不管是多少拿到多少，拿多少就是多少，拿到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还必须在中午之前就要托钵完，就要吃完，之后是不能够再吃的。再来谈到这个当时原始佛教有关肉食肉的部分。那么如果是并未亲自见到或者亲自听闻到这个肉啊，这个动物是为了自己而杀，而且也确信不是专为自己而杀的肉类的话，那么就可以食用。就是说三净肉是可以食用的。因为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叫什么超市啊，或者马上可以去买这种超市去买肉嘛，都是自己要吃的话，都是自己宰杀自己吃的。所以总之在当时是这个三净肉呢是可以吃的。另外呢，还有如果是比丘他生病的期间，
然后作为药用的话，也是可以食用这个肉的。还有呢，当时一天呢只能用餐一次，所以这就称为日中一食，或者叫做一坐食。所以这就是早上起来之后，然后接着禅修之后，接着就要去托钵，然后托钵不管托到什么回来，然后就要在中午之前要吃完。还有，如果身体呢是健康的话，是没有病痛的话，有些食物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些食物算是美食，所以是不能吃的。换句话说，是美食是不能够吃的。所以因为我们常常会贪图美食，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当时这些比丘们为了很多这些美食他们是不能够吃的。所以以我们现代人来看，当时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像是一些比如说当时不可食用，像是牛乳啊、乳糜啊，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美食也是都是不能随便吃的。再来就住处而言对于比丘们而言，因为当时的比丘呢是到处去游行，跟在各处行脚的。那现在的所谓的游行呢，比较象征性的就是现在的像藏传佛教的僧众结下的时候，会有这种所谓的在寺院的四周会有所谓的游行在过去不是这样子的，就几公里的游行，而过去的话是很长的远行的这种行脚跟游行的。所以很多时候对于比丘们而言，他们要这种远行行脚的时候，在他们的前方很多时候并不一定会有很好的住处，很完备的这种精舍等待他们，所以他们常常走着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会必须结果发现没有地方住，他们所以要住在哪里？或要住在树下，这是很常有的事情。但是一个比较好消息就是说，印度呢，除了雨季之外，因为雨季的话呢，当然很辛苦，这个又下雨又住在树下。但印度除了雨季，它有8个月的时间是不下雨的，所以住在树下也不是很辛苦，也不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当时的比丘他们是很主动的，你并不是说他们很被动的不想而被迫的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并不是的，他们是很主动的要过这样子的苦行的生活。所以后来很多这种比丘们，他们的各种的苦行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就被归纳起来，就成为叫做12种头陀行。比如说会穿着别人丢掉的这种衣服，总是穿着别人不要的这种衣服，等等等等。
미스테도那点语送什么的，江北云点了那边强的，给他什么游戏？所以像是我们说大迦摄尊者，就是以头陀恨为这种最出名。这样有时候一看，当时的僧众大概都像是弥勒日巴尊者一样，吃的也很少，穿着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朴。这样看起来跟弥勒日巴非常像，不能说是完全一样，但听起来真的就像是弥勒日巴尊者一样这样子的修行者。有时候这样一看，我们现在实在是太幸福了，但说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僧团，现在的僧团也好像不太对。说以前的，这好像是在说以前的原始佛教的僧众不幸福，我们现在很幸福，这样说起来就很怪。而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以前那样的生活，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太可能这样去过。如果我们硬要过那样的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当中，也会变得很奇怪。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太刻意的在现代这样一个比较富足的社会当中故意过得太过于苦行的话，那也会太过于奇怪。所以我们也要了解在当时印度社会的情况是什么，也是当然不是我们现在21世纪，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有那样子的头陀行是合理的，是可行的。但总之这里我们要希望我们要了解或者要得到一个警惕的，就是说这种修行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尤其现在我们人来说，要做到是不容易的。就说就算是要在21世纪要做到相似的这个时代能够做到的这种知足的苦行，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总之我们要知道原始佛教的僧伽是不容易的。好，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好，我们最后做回向。